你有冇發覺，而家香港越返工反而越窮？行過尖沙咀廣東道、銅鑼灣波斯富街，從前千金難求嘅黃金鋪位，而家10間有6、7間貼住招租，鐵板生晒草，連人影都唔多隻。旺角佐敦嗰啲老街，從前行路都要逼住走，而家街鋪換完一間又一間，好多開咗10幾年嘅老鋪，唔知幾時就靜靜雞執咗笠，同10幾年前嘅熱鬧光景相比，簡直好似兩個世界。仲記得10幾年前，唔好話廣東道、銅鑼灣呢啲頂流地段，就算係新界屋邨商場嘅鋪位，都係一房難求。嗰陣香港名副其實係幾窿天堂，一到週末假期，銅鑼灣行人路逼到行唔喐，尖沙咀海港城門口永遠排晒長龍，各地遊客拖住行李箱落嚟掃貨，本地市民放工逛街都人頭湧湧。嗰陣想租一間臨街旺鋪，更係有現金仲唔夠，要排隊等位，仲要俾一筆天價頂手費，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頂手費都係常態。就算咁都有人爭住，要始終揾到黃金地段嘅鋪位，就等於抱住搖錢樹。嗰陣做零售、做餐飲嘅老細，只要位置唔差，基本上都賺到盤滿缽滿。打工仔雖然辛苦，但只要肯捱升，即加人工都睇到盼頭。大家傾偈，講嘅都係今年轉工加咗幾多人工，新款名牌幾時開售，假期想去邊度旅行，每個人眼中都有光，對未來充滿期待。但而家再睇，唔好話普通街鋪，就連曾經嘅黃金商圈都遍地吉鋪，鐵馬上面嘅招租紙貼咗一層又一層，有啲鋪位空成年半載都租唔出去，頂手費由從前百萬天價變成而家唔使頂手都冇人敢接，因為大家都驚接手之後生意唔好，連租金都賺唔返。街上行人仲有，但多數只係路過閒逛，真正入鋪消費嘅寥寥可數。好多鋪頭開住門，店員仲多過客人。朋友聚會嘅話題亦一早轉晒風向，從前傾加薪、旅行消費，而家坐低冇講幾句，就會傾公司今年有冇加人工，會唔會裁員，邊個行業又請外勞，邊條街又有鋪頭結業。每個人講嘢嘅語氣入面，都藏住揮之不去嘅無力感，好似唔理點樣努力，日子只會越過越緊。從前嗰種憑打拼就可以向上走嘅底氣，唔知幾時已經慢慢淡咗。可能有人會講，只係經濟週期唔好，過一排就會復原。但其實唔係幾個行業短期低迷，亦都唔係大家嘅錯覺，係成個香港嘅經濟缺高職場環境，緊經歷幾十年未見嘅深層震盪。好多我哋從前習以為常嘅規則，正一步步被打破。今日就同大家好好拆解壓喺香港打工仔身上嘅幾重現實。呢幾重困境，表面睇起互不相干，實際上環環相扣，佢成一張越收越緊嘅網，冇人可以完全置身事外。最先撕開呢道缺口嘅就係國泰航空大委部輸入外勞單。呢件事當時響社會炒得好大，好多人覺得淨係航空業請外地員工，使唔使反應咁大？但呢件事嘅殺傷力從來唔係航空業本身，而係佢向全港所有僱主釋放一個極危險嘅信號，亦都徹底打碎勞資之間僅剩嘅信任。要講清楚呢件事，就要將時間拉返去疫情最嚴重嗰陣，全球航班幾乎停擺，航空業直接跌入冰點。國泰作為香港最大航空公司，面對成立以來最嚴峻危機，為咗生存，當時國泰推出大規模裁員減薪計劃，強制修改員工合約，大幅削減資薪，員工底薪同飛行津貼好多，做咗10幾20年嘅空城地勤，一夜人工砍30%，甚至直接減半，每個月只攞到2萬左右底薪，養家都勉強。就算係咁，大部分老員工都選擇留低，咬實牙關陪公司埋難關。大家心入面諗，而家係特殊時期，公司難一齊狂，等疫情過後，旅遊業復到衰，公司好返，總唔會低待共患難嘅人。嗰陣香港人經常講嘅同舟共濟，響呢班航空從業者身上完全體現。好多人甚至轉行做外賣、零售幫補家用，都唔肯辭職，淨係等行業回暖嗰一日。後尾疫情完結，環球旅遊業迎來報復式反彈，機票價格一路飆升，歐美、日本、東南亞航線一票難求，國泰業績跟住強勢反彈，連續2年賺到盤滿缽滿，輕鬆走出低谷。按照常理，公司賺錢之後，第一件事應該回饋老員工，將之前咁嘅人工加返，恢復原有福利，留住一齊計難關嘅老臣子，再提高待遇，吸引之前被逼轉行嘅本地從業者返來。但國泰管理層嘅決定令所有人心寒，面對航線重開前線人手不足，
佢哋冇選擇加人工請本地人，反而第一時間運用政府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，大量申請外勞名額。根據勞工處公布數據，全港航空業外勞配額幾千個，當中大半都落到國泰手上。由機艙服務員、機場地勤到停機坪後勤，幾乎所有前線崗位都大量引入外地員工，薪金水平遠低於本地員工。呢件事最令人難受嘅唔係有人揾飯碗，而係真心錯付嘅無力感。當年一齊捱最艱難嘅日子，員工放棄其他高薪機會，減薪留職陪公司共度難關。點知公司情況一好轉頭就用更平嘅外勞替換老員工，一啲情面都唔留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國泰唔係細公司，係香港龍頭企業，本土品牌代表。疫情最困難嗰陣，仲卡托政府資助，用嘅係納稅人嘅金錢。連咁樣嘅企業都唔優先照顧本地打工仔，反而透過輸入外勞壓縮成本。其他中小商戶會點諗？佢哋只會覺得龍頭都咁做，我哋點解唔得？將來缺人手，根本唔使加人工請本地人，亦都唔需要提升員工福利，直接申請外勞配額就得。成本平仲易管理，何樂而不為？就係咁樣，原本只係應對短期人手短缺嘅外勞政策，慢慢變質，成為企業壓低人工成本嘅捷徑。由航空業開始，酒店、餐飲、零售、物流、清潔，各行各業陸續跟風申請外勞，甚至寫字樓文職、後勤、數據輸入呢啲從前專屬本地畢業生同中年打工仔嘅崗位，都開始有外勞登入。老細嘅算盤打得好清楚，外地勞工對人工要求更低，好少計較加班，亦唔會主動爭取年假、醫療津貼等等福利。對企業而言，唔單止慳一大筆人力開支，管理起上嚟更加省心。但對於本地打工仔，就等於直接封死人工上升嘅通道。從前市況好嘅時候，轉工就可以加人工，就算唔轉工，公司每年都有固定加薪幅度。而家有價錢更低嘅外勞作為替代，老細根本唔怕你辭職，你嫌人工低唔肯做，大把人願意接手。特別係25至45歲黃金年齡打工人士，一邊面對被取代嘅風險，一邊承受生活成本上升壓力，嗰種付出同回報唔對等嘅無力感，真係好磨人。從前香港人引以為傲嘅獅子山精神，講患難與共，打拼出頭，但響赤裸裸嘅成本計算面前，好似突然變得不值錢。我哋不妨大膽假設，如果外勞政策繼續放寬，覆蓋行業越嚟越多，崗位由基層伸延到更多中端文職，香港本地人工水平會跌到邊個地步？要知道，香港生活成本遠高於周邊地區，本地打工仔要負擔昂貴租金、飲食、交通，對人工底線自然更高。但外勞唔需要承擔香港高昂生活開支，亦冇沉重家庭負擔，願意接受更低薪金。長遠落去，本地打工仔要唔就接受越嚟越低嘅人工，要唔就只能轉行，甚至離開呢個行業。當成個市場人工中位數持續被拉低，受影響嘅絕唔止基層從業者，而係成個工薪階層嘅生存空間。外勞封死咗加薪天花板，緊跟而來就係全港大範圍凍薪。呢個亦都係而家大部分打工仔正面對嘅現實。可能有人自我安慰，凍薪總好過裁員，至少有工做，人工冇咁已經唔錯。但大家要清楚，響香港呢個生活成本極高嘅城市，物價年年上升，樣樣加價，人工原地不動，本質上就係變相減薪，而且每年都持續縮水。根據最新薪酬退勢調查，全港超過60%企業冇加薪，計劃好多公司直接實行全體凍薪，仲有少數企業規模縮減人手，亦即係話超過60%打工仔收入停滯甚至倒退。有人會講，官方公布嘅通行數字唔算高，點解大家感受到壓力咁大？因為官方統計係整體通行，入面包含電子產品、奢侈品呢啲價格下跌嘅品類，但普通市民日常開支主力係食品、交通、水電、住房等等，剛需要呢類開支嘅加幅遠遠高於統計數據。經濟學入面有個概念叫感受通性，即係大眾親身感受到嘅物價升幅同官方整體統計存在落差。響香港剛需要支出佔極大比重嘅環境之下，呢個差距會被進一步放大。大家出街買餸食飯，應該深有體會。茶餐廳普通午餐，一碟炒粉加奶茶，隨隨便便60-70蚊。早幾年30-40蚊就搞掂嘅套餐，而家幾乎揾唔到。去街市買兩菜一肉，隨便就過百，比起前幾年貴30%以上。港鐵巴士車費隔三差五調醒，中電、港燈電費持續上漲，
每月水電交通固定使費不知不覺多咗幾百，更加唔使講最大筆嘅住房支出。無論係供樓業主抑或租屋租客，壓力持續上升。高息環境之下，按揭利率一升再升，原本每月供1萬幾嘅單位，而家可能要額外俾幾千。好多業主供樓負擔直接增加3、4成，租客更加難為。租約到期業主就加租，唔接受就要搬。租金每年加3至5個百分點係常態，但合適嘅出租單位越嚟越少，想揾性價比高嘅單位難上加難。我哋可以計一條簡單嘅數，假設每月固定生活開支每年上升3至5個百分點，但人工連續3年唔變，3年之後你嘅實際購買力就縮水10至15個百分點。如果5年凍薪，縮水幅度達15至20個百分點，意思就係你同從前一樣返工加班，甚至做得更加辛苦，但可以買到嘅貨品、享受到嘅生活質素，一年比一年差。從前每年仲可以安排1次外遊，間中同朋友食餐好嘢，買心儀嘅衫，而家處處要計較，能慳就慳，買餸都要比較價錢。等到街市收攤先去揾平貨，旅行買奢侈品更加唔敢妄想。好多人笑言，而家越做越窮，忙足1個月，交租水電買餸之後，銀包所剩冇幾，想儲錢難於登天。點解而家企業可以肆無忌憚凍薪，甚至減人工？根本原因係香港經濟嘅絕稿性難題。作為經濟支柱嘅金融地產、專業服務業，近年同時受外圍高息同環球經濟放緩雙重打擊，早已唔復昔日風光。從前出入甲級寫字樓、人工優厚嘅金融從業者，而家花紅大幅縮水，甚至直接取消。隨時收到裁員通知，就連中產都開始收緊使費，非必要消費全部削減。中產消費力唔上去，財富就無法向下流轉。零售、餐飲、服務業生意自然轉差，生意唔好，企業更加唔敢為員工加薪，甚至要裁員壓縮成本，形成一個向下嘅惡性循環。雪上加霜嘅係持續多年嘅北上消費潮，將本地零售業最後一塊蛋糕分走一大半。每逢週末，深圳、福田、羅湖、南山各大商場隨處可見講廣東話嘅香港市民，好多家庭寧願排隊過關，都要落深圳食飯、做工、按摩、美容。有人話只係因為價錢平，其實唔止價格，仲有體驗同性價比落差，係成個消費生態嘅差距。同樣預算，響香港普通酒樓一家人食晚飯，隨便8、9百，服務未必理想，不時仲會俾人催埋單，茶位費、服務費一分唔少。但響大灣區內地城市，同樣價錢可以食到更加豐富嘅菜式，環境舒適，服務細心，侍應主動加水換碟，用餐體驗完全唔同一個層次。再講美甲剪髮按摩，香港做一次美甲動聳幾百蚊，款式選擇有限，深圳同等價錢，款式更多，手藝更佳，服務周到。就連年輕人中意嘅茶飲小食，內地品牌更新速度快，新產品源源不絕，性價比更高。難怪好多後生週末一過關就直奔網紅店打卡，加上而家過關越嚟越便利，高鐵10幾分鐘直達深圳，各個口岸自助通關幾分鐘搞掂。北上消費早已唔係麻煩事，變成好多家庭週末常態。持續嘅消費外流，對香港本地零售餐飲行業近乎毀滅性打擊。本地市民本身已經消費降級，而家連客源都流去內地，鋪頭生意一落千丈。近年街上吉鋪越來越多，由旺角去到銅鑼灣、尖沙咀到中環，核心商鋪空置率持續走高，創下近年新高。每一間結業鋪頭背後都係老細血本無歸，幾十名基層員工面對失業，好多做咗10幾年嘅售貨員侍應，人到中年突然失去穩定工作，想揾同類職位極之困難。呢個年紀轉行唔容易，體力唔夠，年輕人技能又單一，只能靠散工勉強維生，日子捉襟見肘。可能大家覺得老細動薪咁人工係太刻薄，但好多中小煲主其實都水深火熱。大家只見老細有間鋪，卻唔知道每月幾萬甚至10幾萬租金，再加水電牌照入貨成本，一開門就欠幾千蚊。從前人流量旺盛，仲可靠酒量賺錢，而家街上人有，但大多只逛唔買。一日營業額可能連租金都賺唔返，好多小老細日日親自睇簿，連聘請員工嘅人工都慳埋，賣得一日係一日，可以唔裁員，準時出糧，已經算仁至義盡，加薪根本唔敢妄想。仲有唔少老細借錢開鋪，本來打算慢慢回本，點知遇上市況下行，生意一日差過一日，最後唔單止賺唔到錢，仲欠下一身債，只能選擇結業。就係咁樣。
超過60%打工仔被困響物價不斷上升、人工原地踏步、消費持續外流嘅死循環。每日早出晚歸，不停加班，換返來只係購買力不斷下降，生活質素持續下滑。如果話中年打工仔面對嘅係萬刀割肉、慢慢消耗，咁啱啱畢業嘅年輕人面對嘅就係幾乎睇唔到出路嘅就業寒冬。呢個亦都係香港社會最隱蔽、影響最長遠嘅危機。唔知大家有冇察覺，近幾年應屆畢業生想揾一份穩定全職工作越嚟越難。擺返從前大學畢業唔算天之稽子，但揾一份正常文職、行政市場崗位踏實做，慢慢救升，仲有機會摸到中產門啊！而家情況完全唔一樣，各大企業壓縮開支、凍結招聘，從前專門吸納畢業生嘅培訓生職位，要唔大幅縮緊名額，要唔直接取消。好多基礎文書、數據輸入行政工作，一係俾人工智能同自動化系統取代，一係外判去人工更加平嘅東南亞，就連服務業基層崗位，受外勞大量流入同市況低迷影響，好少再招聘全新人。好多年輕人寄出幾十上百封求職信，全部石沉大海，連面試機會都冇。好不容易爭到面試，僱主開出嘅條件更加離譜，只願意俾新人入門人工，卻要求擁有3-5年相關經驗，本末倒置。啱啱畢業嘅學生邊度攞3-5年經驗？但企業完全唔理，佢哋唔想花時間同資源培養新人，只想揾到入職即刻上手，最好仲用新人人工做熟手嘅工作。呢種經驗倒掛現象，根源係就業市場供過於求，企業掌握絕對主導權，不斷提高要求，壓低薪金，揾唔到穩定全職，又要應付租金、食飯、交通等等開支，好多年輕人被逼投入零工經濟，做外賣騎手、臨時散工、兼職助理、自由設計師，有錢賺就做網上，好多人吹捧零工自由，話自己做老細時間自主，唔使睇上司面色，但撕開包裝底下係殘酷現實。呢啲零散工作冇穩定收入，冇強積金，冇年假，冇醫療津貼，更加唔使講謀升空間。旺季每月可能賺2萬幾，淡季市況差，隨時零收入，但日常開支唔會跟住收入調整，租金、水電、電話費、三餐樣樣要使錢，收入唔穩定，支出固定，好容易陷入入不敷出。更加值得警惕嘅係，而家借貸門檻極之低，打開社交平台、短片網站，鋪天蓋地都係虛擬銀行、財務公司先使後付廣告，聲稱唔需要資產證明，唔需要入息證明，幾分鐘就批貸款。宣傳文案一個比一個吸引，不停引導年輕人透支未來先享受再講，好似借落嘅錢唔使還一樣。根據最新消費信貸報告，新增借貸用戶入面，年輕人佔好大比重，借貸比率持續上升。好多冇穩定工作、冇正式共用合約嘅畢業生，憑一張身份證、一部手機，輕輕鬆鬆借到幾萬甚至10幾萬，收到貸款到證信息。好多人會產生錯覺，以為呢筆錢屬於自己，用嚟周轉日常、告擺心儀物品。但大家一定要清醒，呢啲從來唔係收入，係需要償還嘅債務，仲要支付高昂利息。市面上好多私人貸款、分期產品，實際年利率高達30-40個百分點，複利滾落，壓力非常恐怖。我同大家計一條數，假設借10萬，年利率4成，每月只還最低還款額，1年利息就要4萬幾，本金幾乎毫無變化，欠債只會越滾越大。好多年輕人一開始只係借幾千蚊短期周轉，諗住出糧就還，但一直揾唔到穩定工作，收入追唔上開支，冇辦法一次清還，只能每月俾最低還款。結果每個月還嘅金錢90%用嚟支付利息，本金紋風不動，債務越滾越重。更加有甚者拆東牆補西牆，同時開多個貸款賬戶、幾張信用卡，用新貸款填舊欠款，惡性循環之下，未到30歲就背上幾十萬債務。好多唔夠30歲嘅年輕人，從未擁有穩定高薪工作，尚未喺職場站穩陣腳，就已經負上沉重債務。每日一醒，唔係思考點樣發展事業、規劃前路，而係盤算今個月要還幾多錢，去邊度周轉應付還款。長期落去，自信心被鐵底磨滅，對未來一片迷茫，持續陷入焦慮同沮喪。大批年輕人墮入債務船龜，絕對唔係小事，會引發一連串社會問題。好多人因為長期負債，壓力巨大，直接選擇躺平，唔消費，唔社交，唔結婚，唔生仔，放棄搏殺，得過且過，反正再努力都買唔到樓，儲唔到錢，仲要背債，不如降低眾望，適
少做少錯，為一日得一日。亦有一部分年輕人覺得本地就業市場冇前景，揀能移民或者落內地發展，寧願離開強大嘅香港，都唔想繼續承受無窮無盡嘅壓力。一座城市最有活力、最應該搏殺嘅年輕一代，一係淪為衰無奴地，一係躺平，一係直接離開。咁城市未來嘅發展動力、創新活力、人才儲備由邊度而來？如果年輕世代對香港失去歸屬感同期望，唔願意響度結婚生仔仲更奮鬥，人口老化、勞動力短缺、消費力萎縮嘅問題只會越嚟越嚴重。呢個問題遠比短期經濟低迷恐怖，係影響香港長遠前景嘅生存危機。講到呢度，大家應該睇到外勞衝擊、全民凍薪、青年負債三件事，從來唔係獨立發生，佢哋環環相扣，形成不斷惡化嘅死循環，慢慢蠶食香港嘅經濟活力。第一環，人工定價權消失，各大企業透過輸入外勞，封死本地員工加薪通道，超過60%打工仔收入停滯，實際購買力持續下跌，大家銀包唔夠厚，自然唔敢使錢，消費意欲大幅收縮。第二環，本地內需崩塌，打工仔眼見人工唔漲，隨時有被外勞取代嘅風險，職場風險上升，所有人開始節儉，非必要消費全部砍掉。與此同時，大量市民週末北上消費，金錢流向大灣區城市，香港零售餐飲服務業失去消費支撐，生意每況愈下。第三環，鋪頭凋零，則為減少，各行各業生意難做，營業額下滑。企業為咗生存，只能壓縮成本，暫停招聘，全體凍薪，削減福利，捱唔住嘅鋪頭只能結業，街上吉鋪增多，市場全職崗位持續收縮，就業寒冬進一步加劇，年輕人揾工更加困難。第四環，年輕一代上升通道被堵死，全職崗位短缺，傳統職位同時受 AI 同外勞瓜分，畢業生揾唔到穩定工作，只能依靠零工為生，收入唔穩定，唯有依靠借貸周轉。好細個就負債重，冇穩定收入，睇唔到前景，年輕人唔敢組織家庭，唔敢重型消費，甚至選擇離開，進一步加劇消費同人才流失。第五環，城市發展循環鐵底失靈，惡性循環持續運轉，年輕人躺平或者離開，出生率持續走低，人口老化加劇，本地人才同消費力雙重流失，政府稅收隨之收縮，財政赤字壓力上升，公共服務同福利亦會受影響。企業賺錢，本地市場縮細，生意難做，會繼續壓縮成本，申請更多外勞，壓低本地人工，令成個循環越陷越深。整個過程好似蛇咬自己尾巴，自我轉化，難以自拔。單靠市場自身力量，好難走出困境。除此之外，循環入面仲藏住地產呢個更大變數。香港經濟同地產禁定太深，商鋪空置率上升，租金回落，直接影響商業地產價值。住宅市場亦跟住下行，業主資產縮水，財富效應消失，中產更加唔敢消費，再次拖累實體經濟，催生另一個下行回圈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街坊可能覺得灰心，認為普通打工仔、年輕人冇背景、冇資源，面對公告性經濟困境，只能坐以待曬。但其實我今日分享呢啲內容，唔係為咗製造焦慮，亦唔係散播負能量，只係想話大家知。香港人從來唔係溫室入面長大，我哋經歷過嘅風浪數之不盡，唔講太耐遠嘅歷史，淨係講幾十年入面，金融風暴、沙士疫情、金融海嘯，每一次都好似天塌落嚟，全城陷入困境，但最後大家都憑自己一步步捱過，慢慢走出低谷。金融風暴期間無數人身負資產，大量失業，最後都捱過好。沙士嘅時候，街上冷冷清清，餐飲零售近乎停擺，最後都憑住齊心協力渡過難關。香港人最珍貴嘅特質就係逆境之中懂得變通，永不言棄，越是艱難越識得自救。當然我哋都要承認，今次嘅情況同從前唔一樣。從前多數係外圍衝擊引發嘅周期性衰退，只要外圍環境改善或者迎來新政策紅利，就可以快速反彈。好似沙士過後，自由行政策推行，旅遊同零售急速復甦地帶動整體經濟。金融海嘯之後，環球量化寬鬆，內地經濟高速增持，香港作為樞紐都受惠。但今次唔同，而家係深層骨稿轉型，產業骨稿、人口骨稿、區域格局同時轉變，舊有增持動力慢慢減弱。新增長點仲未完全成型，所以復甦週期會更加長，難度更大。我哋唔可以坐等他人扶持，亦唔可以寄望市況自動好轉，一定要主動自救。大環境、宏觀政策，普通市民確實冇辦法改變。我哋控制唔到企業，
聘唔聘外勞，控制唔到物價走勢，亦都扭轉唔到市場下行。但我哋能夠掌控自己嘅生活技能同心態，守穩個人底盤，管理好財務，提升自身價值，就可以響風浪入面企穩。等到市況回暖嘅時候，第一時間捕捉機會。人哋恐慌躺平嘅時候，你靜靜沉咁增值自己；人哋透支消費嘅時候，你穩紮穩打累積本金。寒冬仲會維持一段時間，短期未必見到明顯轉機，但經濟週期本來就有起有落，有升有跌，低谷之後必然迎來復堆，只係遲早問題。只要保持頭腦清醒，積極自救，互相扶持，唔躺平唔透支，持續進修，一定可以捱過眼前難關。等到下一輪經濟復甦，為自己同家人揾到穩定出路。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幾套實用自救方法，無論你係職場新人抑或資深打工仔，都可以直接跟住執行，每一點都落地，冇空泛大道理。第一，即刻切斷債務拖累，杜絕透支未來，特別係20幾歲年輕人同現金流緊張嘅打工朋友，由今日開始停止使用所有高息借貸產品，刪除手機入面貸款呢批，註銷多餘信用卡。唔好打算靠借錢維持表面體面，一定要記住，借返來嘅錢永遠唔屬於你，只係提前支取未來收入，仲要支付高昂利息。依靠借貸撐起嘅生活質素，只係空中樓閣，一戳就破。首先冷靜梳理所有債務，每一筆貸款、信用卡欠款、利率、還款日期全部列出，做到心中有數。優先償還利息最高嘅債務，例如年利率超過20個百分點嘅消費嘅貸、信用卡分期高息貸款係已食，財富最大黑洞務必先清還。還款可以採用雪崩還款法，多餘資金全部用以償還利率最高嗰筆債，其他只俾最低還款，等呢筆清晒，再處理下一筆，最大限度減少利息支出。跟住建立嚴格消費預算，每月收入幾多，開支就控制喺相應水平，強制儲蓄。就算每月只儲幾百蚊，都要堅持養成習慣，記仲係有效方式，唔需要太煩惱。每日使費簡單記低，月底回顧就會發現好多支出完全唔必要放棄，虛榮消費，新款手機、名牌手袋、網紅打卡，呢啲帶來嘅快樂非常短暫，但負債壓力長期伴隨。經濟寒冬底下，零負債就係最珍貴嘅保命底氣，延遲享樂，量入為出，比任何投資都重要。第二，擺脫單一公司依賴，將自己打造成獨立人才。而家呢個年代早就唔存在鐵飯碗，唔好話一間公司做到退休，隨時可能遇上裁員，甚至全行收縮。如果仲抱實揾一份穩定工作，靠一間公司養一世嘅諗法，遲早會蒙受損失。無論係初入行新人，抑或做咗10幾年嘅骨幹，都要突破單一企業嘅技能局限，唔好將個人價值完全咁定。一間公司一個崗位，好多人長期留守同一崗位，技能變得極度單一。離開呢間公司就唔知自己可以做啲乜，風險極高。主動學習通用可轉移專業技能。AI 工具遠用、數據分析、跨境電商營運、新媒體種作、設計編程等等，呢類技能唔受地域限制，可以對接全網甚至全球市場，唔使淨係睇香港本地職位。人工智能發展迅速，好多基礎崗位會被取代，與其經 AI 揾飯碗，不如學識運用 AI 提升效率。同一項工作，其他人要做1日，你借助 AI 半日完成，質素仲更加好，競爭力自然高出一籌，唔容易被淘汰。亦可以借此開拓多元收入渠道，利用空餘時間接遠程兼職，發展小型副業，唔使一開始就賺大錢，主要係為自己鋪多一條後路。設計師可以接網上設計單，雲端人員層資內容創作，就算做零售服務業，都可以試跨境電商，社群銷售慢慢摸索，等能力足夠強，收入渠道多元，唔需要依賴本地企業提供崗位，外勞衝擊，公司裁員對你嘅威應就會大幅減低。你先擁有更多選擇同話語權。第三，儲備充足應急錢，現金流就係生命線。市況好嘅時候，好多人中意將所有資金投入投資，追求高回報，投資風格激進，覺得錢擺銀行只會賣值。但經濟下行週期，現金先係王道，充足流動資金就係抵數風險嘅底氣。無論每月收入幾多，慢慢累積一筆應急儲備金，理想額度係12至18個月基本生活使費。呢筆錢唔可以用在任何投資，唔可以隨便動用，
專門應付裁員、患病、行業寒冬等等突發狀況。點解需要1年以上？因為今次下行週期可能比大家想象長，就業市場低迷，揾一份合適工作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耐。有足夠應急錢，遇上突發變故就唔會慌慌張張借高息貸款，亦唔會為咗生存隨便接受唔適合嘅工作，可以從容作出決定。應急資金可以擺活期存款、貨幣基金等安全靈活嘅渠道。雖然利息唔高，但勝在穩妥，可以隨時提取應急。謹記下行環境，唔輸就係賺，保住本金優先，唔好盲目撈底股市樓市，唔好使用冷樽投資，亦唔好聽人講邊個項目賺錢就盲目跟風。你睇中嘅係利息，其他人睇中嘅係你本金，先守穩銀包，先至講其他。第4，守住心理防線，唔好自我否定，唔好被負面情緒拖垮。而家整體社會氣氛偏壓抑，網上充斥裁員、結業、負債資訊，好容易被影響，覺得係自己唔夠努力、能力不足，先揾唔到好工、賺唔到大錢，陷入內耗同自我懷疑，越諗越焦慮，越諗越笨。但大家一定要拎清楚，我哋面對嘅困境係時代轉型造成，唔係個人能力問題。從前嘅經濟紅利、傳統職場規則逐步失效，我哋只係剛好身處行業大洗牌、經濟谷稿轉變嘅階段，唔好將時代問題全部歸咎自己，咁樣唔公平，亦完全冇意義。唔好無端自我懷疑，亦唔好同人攀比。每個人處境節奏唔一樣，其他人升職加薪、出外地發展，都係其他人嘅人生。你打理好自己生活就得，好好照顧身體，規律作息，適量運動，身體垮咗就一切免談。多同屋企人、朋友傾偈，互相鼓勵扶持，心態穩定就係最大嘅翻盤資本。少刷一啲專門製造焦慮嘅內容，多做實事，學新技能，運動睇書，將注意力擺響自己能夠掌控嘅事，遠勝於胡思亂想。講到最後，核心只係一句：大環境我哋改唔到，但我哋可以管好自己。香港人捱過無數風浪，從未輕易認輸，越是逆境越識得變通，互相扶持。從前幾多難關我哋都捱過，今次亦都一樣。只要唔放棄，積極自救，步步穩打穩紮，一定可以渡過難關。今日分享嘅內容，相信好多街坊都深有共鳴，大家各有各嘅難處。歡迎響評論區傾下偈，講下你最近遇到咩職場困局，或者有邊啲自救心得，大家互相交流打氣，人多辦法多。如果覺得今日內容幫到你，記得點讚，令更多有需要嘅街坊睇到。亦都歡迎訂閱頻道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後續繼續同大家拆解更多香港民生職場資訊，分享實用自救思路同行業觀察，陪大家一齊捱過呢段時光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